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按无限嘅尊敬，叫做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啊。我一个录音呢，提供本研究客家白话语文以写作，同时有兴趣嘅乡亲呢，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来做一个参考哈。大家都知道，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不同嘅行业。等等，各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文史、文艺，至于歌曲词方面呢，也有所不同。所以研究客家语、客家文，而有法图、程图、正确图等等三图加八项类啊。将要发出来研究好些人民客家嘅语言嘅结构，所以希望嘅教客家语文嘅先生同推广嘅先生小知大家啊。对于一个注音方面，语言嘅结构有所了解。像做啲讲啊，咬字用语，语言分明脱略、清楚好听、流利安尼哈。所以敬请各位乡亲大家，我嘅录音呢，嚟多听多参考，自己呢也嚟多看多了解。本文也多拖嘅时间。多图研究下来，客家语、客家文自然就会通顺又流利好听。同时做一个媒体的工作，就是承接生一个客家优美的语言安尼哈。今日特别同大家来报道一个联音诗。自古以来，大家都系老早会讲。联音，但是用起来嘅都系冇相当嘅了解安尼哈，係咯，用57年嘅時間，對面嘅57年研究多件，各地方、各城市、各出區等等嚟做一個研究綜合研究客家嘅聯音詩，像英文啊、日文啊、河洛話啦等等都有。一个联音的素材呀，但是我哋前常讲 A 嚟讲啊，就係為了嘅咩呢？個白嘅語嘛，一個假設一個 MN 個同 E 同 U 一同關於都係冇相同哦，所以華語我嚟用聯音與冇聯音嘗試，所以做聯音嘅地方也係不多啊。所以今日特別將一個客家嘅山歌來筆下睇住啊所創嘅正統嘅一個錄音鄉音本大家嚟欣賞，同時一個攝影機回家嘅傳習啦，有徐木俊先生等等戲曲所演出嚟嘅呢，非常嘅標準呢，有聯音，另外亦都。自己嘅藝係做工嘅人，有其中有先生所創嘅客家嘅語音同聯音啊，非常嘅準確。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向嚟點嚟談看下，說咧聯音嘅這個證明人講得非常好。一個聯音嘅工作，聯音嘅創生，可以講啊，北部嘅鄉親比南部嘅好。南部嘅大部分呢，唱歌嘅時間呢，就用了一個音。vì ô cái sự việc mỗi những vừa lời giờ mua nó có bộ cái gì tôi dùng điều ấy này dùng về đây giờ này cái về cái gì cái liên nghiệm sư 可以講得講啊，非常嘅重要，向各位鄉親大家共同來研究客家白話語文的這個聯音詩語，一點向大家來共同推廣。今日同提供本大家做參考嘅呢，有其中有5點啊，哈。第一點呢就推展客家白話語文嘅文史同聯音詩嘅理念係樣嘅嚟嘅，哈。睇到同大家所講過嘅，一個 A 嚟講係啦，為了因為呢個被有實體字，但是一個同一個葉上詩地度裡 MN 同那個 R 同 E 啊，同客家嘅冇相同，所以聯音出來也係冇聯音嘅機會嗰度喎，次數嗰
个少啊，所以希望各位乡亲来多多研究联吟诗语嘅应用。我一个大家都知道，凡是客家语从生法、对话啦、歌唱啦、笑话，也系戏剧、戏出、团练嘅。俗语、讲古、广播等等方面，都必须要用客家白话语文嚟到呢个联吟诗啊。所以联吟诗嘅最大嘅核心功能是乜嘅呢？一个语音是包括声韵调、上韵调嘅三大部分，同一感叹词、创伤词嘅联吟，亦都系戏诗，乜嘅呢？戏诗呢就二公堂嘅呀，二公堂。二堂就底下意思嘅就是那戏诗，听语呢就是文诗要讲究音语性啊。尤其联吟诗嘅文诗呢，当前啊，改冇同意到，我希望大家依照文诗嘅音语性也嚟做，同时实体诗能够大家使得大家。望文生义，看到文诗就啲嘅意思，同时有一个语音文法，真正词类、八大词类、八大词类嘅一个讲究啊，也能有办法做好一个客家白话语文啊。所以我一个徒弟度里呢，有核心嘅功能，就是讲係文诗與語言嘅講究嘅功能係在呢只嘅。另外呢。我層嘅一個總層嘅這個正規嘅功能，正規嘅功能啊，那能夠使得講啊，說唱藝術啦、演講啦、廣播一個朗讀是南普語嘛嚇，北普語是朗讀，講古講小課啊，嘅小說咧啦，戲本啊、劇本啊、鄉土詩、作歌詞。团练嘅等等白话语文啊，都可以应用到一个就是正规功能。然后呢，还有衍生出来嘅功能，相当推广客家文化精神，提升客家族群嘅当中嘅那个素质与地位啊，也非常嘅重要。所以客家语文嘅特色嘅在呢这个咯，就是探词、创伤词同联吟诗嘅应用。以上呢，一個就係體育大項同大家嚟做個報道啊。同時大家記得，一個本音乜嘢係本音，只有母音咩音，母音咩音啊。語音咯，語音有語音啊，就比如說有上母加上岳母加上上條啊，一個人係語音。所以一個聯吟詩喺度嚟，一個嗰度相信大家只有讀母音。母音就是 A 音嘅啦，讀 A 嚇，O 嘅時間呢，就是 O，A 嘅時間呢讀 A，所以聯吟詩嘅韻母音只有 A、A、O 咁樣嚇。後來聽一個呢，就是講啊，就都同大家所講嘅，就是客家白話語文嘅功能性在呢隻嘅嚇，也希望這個政府單位啊，喺度加強推廣。伊功能係在呢只嘅，重點是在呢只嘅，重點是在語音同文詩嘅推廣，而推廣下去會連帶到好多，頭都所講嘅廣播、廣告啦、戲劇啦、笑話啦等等方面嘅語音嘅微妙嘅素材啊，就能夠一一發揮出來嚇。第一點呢，同大家來研究聯吟詩語嘅結構嘅分析。所以這個同大家嘅報道，客家語言強語音、岳母、上母、岳母與文詩嘅研究嘅分析啦。岳母這個 A 音嘅聯音字係實體字，也點大家希望多多了解嚇。冇用一個 A 音咧，為了嘅咩呢嘅俾一長多四上，也全部我用實體字啊，聯音字。只含上面八隻字，一個就是講啊 ，A 音嘛是原來八隻字呢，一個兩個的第三個有三個啊，一個兩個嘅一條線呢，而且一個兩個個呢是單位名詞，前面而且乜個只是代名詞啊，只是名詞，我的呢
是副词，副词头前是形容词加动词，而爱给呢是介系词，介系词前面变成所有过为时间，可以用那个名词么做代名词。听义上嘅呢，一个可以讲就讲个quay重要哈，我的分分呢不用情况，分分呢一个他用载字，载字头前呢加乜嘅喏？名詞冇得動詞，個載字就體系上冇正差，冇唔錯啊。但是從概率上，別附嘅分分呢，講對分分呢，也個就變成講啊，一個語音嘅概率音嘅關係嚇。個了有嘆號嘅時間呢，又係聽義上嘅嚇。看好誒，看呢，安尼嚇。各位冇做多好，冇做最好嘅咧，個提上上看呢，糖呢，個面呢，係咪角嘅另外呢，有兩隻詞是提示上嘅，一個就是為了因為呢個背嘅提示上嘅，一個看得的，描繪到但是一個古書。太湖地方呢，容易看易到哪易到安尼一個就係個特殊嘅素材。按載字一個呢，就都講過嘅，就是名詞冇得動詞安尼體系上。一個載字一個可以講就講本土語言，本土語言就是白話文嘅一種所以一個河洛話一種巴拉雅馬那加巴體系上高音嘅。客家呢就為了嘅咩呢？嘅背同劍咩劍咩劍馬有個劍馬刀就那個作嘅所以就tan詞咁詞類呢就一個可以用同所以一個結構啲道理，希望各位鄉親也多嘅嚟做個了解就像在講過一個連音詩。實體詩語嘛，只有8隻詩嘅有母有同連音詩是起那個同嘅呢，就連音詩喺度嚟講起詩，容易共同嘅，所以但這兩隻詩呢，只有先同同這兩隻詩，我哋啱記嘅理解，俾大家嚟做個參考。作為乜嘅？作為因為有分為室內、開業、hem咩、看呢、堂呢、合備單音詩嘅時間、字詞詩嘅時間呢，這個字誒詩誒個詞誒一個乜嘅東西，所以頭多同大家分析研究。一個的是副詞，前面一定是形容詞加上動詞，或者是動詞一個兩個嘅再重複講，就是單位名詞，前面是講數詞，冇得做數代名詞。介紹到這呢，一個條件是一個是介系詞前面是講一個名詞，冇做代名詞，一點呢同英文的文法完全是相同。向各位鄉親多那個了解一下在期末呢，連音詩家是不提倡客家嘅語音3音調，同文詩嘅音語性一定會適合，不同族群嘅地方語音同用詞有多少有差別所以連音詩語結構同讀法大部分鄉親就只有知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為然，就是慣用唔點樣嘅來源係傳嚟這個唔點今日特別對這個同大家做個報道，也希望大家多研究共同接納個意見所以一個在一個連音詩語結構嘅讀法即係前將土地都理一個也有結構讀法，比如17分18八秒這個也在藝術大學嘅研究推廣之中嚟做個研究推廣本大家知道一個有一個王子才所以再講到講
不同国家族群地方有不同的语音、语同位是用法无，所以嗰种语用康熙字典，康熙字典是属于是华语嘅所以一个用词同用语呐，一个对客家来讲啊，有18位有差别的所在，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多多了解。白话文同文言文就会冇相同我哋通常所講嘅，所以我經過了經過108版各地方去，一邊教一邊嚟談，一邊嚟研究，同時做嘅7年班嘅客家語音嘅調查7年班，同時廣播電台地圖裏呢，可以講呢做嘅3200小時，可以講對嘅相當加入一個研究嘅心態心理，同時我在民國57年嘅時間，就太好嘅時間啦，就開始做研究一個讓嘅人嘅客家話，讓有一個音調出來咯。陳福雄先生都會講一個德國嘅德文留德嘅陳福雄先生也講起一個連音是外國來有這個德國嘅德文德語也有好多音嘛有安尼吧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多多共同來研究客家語音嘅一個問題。但是我哋嘅連音呢是 union， 對英文嘅 connect 是不相同嘅，冇相同嘅所以一個英文嘅那個連音連狀嘅連，我哋嘅是聯合國嘅連冇相同所以一點呢，請大家在藝術大學嘅所講嘅時間呢，這個錄音，這個 YouTube 嘅部分大家都可以參考。即係講連音係常用連音有嘅3個音母，那3個音母呢，只有 R A O 嘅，咪音母有多少？有5個R E U 嘅A E I O U， 但是我哋只有 R A O 3個名，一個做連音師嘅音母只有3個名，八個聲母組合成嘅客家話語，就 R 同 O 呢是講語音只有用語共彈得到。A 音呢用實體字是文字嘅語音譯性標出來就實體字又係客家白話語文地圖裏嘅重點一個文字用實體字用形式注意再看到我哋個連音嘅聲母 R A O 是特一個共用嘅，同有8咧一個未來嘅咩呢嘅背我有未來有冇那個波這種都當個土地都裏所寫嘅連音是母語嘅變化，大家多多嚟了解再同大家聽一點呢，連音聲母有3個，再重複一下，有 R A O 3個一個音母，做大下嘅就音母，聲母一共有多咯8個頭所講嘅就是R 嚟講是瓦拉耶瑪那亞加巴，A 有維勒耶咩呢嘅貝，O 有沃羅有摩能個波連音第3點呢，連音師嘅語是用語共彈4語的字，連音嘅語語共彈嘅就4字都有4聲，但係就講看哪意思唔同冇相同意思就冇一樣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多多嚟了解一下一個 R 同 O 一個問題。接下來呢，同大家嚟講連音師語音並唔係從前面嗰隻詞嘅母音直接連接下來，同一個 R A O 3個有母音嘅聲母一個是唔係直接會變聲會變音經研究小組大下有規則嘅變化，但係標準嘅客家嘅語音，像這個母音一個前面嗰隻是語音加上母 R
ao o， 也1、2、3是死音嘛，u a ao o 哦，也死音的时间呢，也叫做讲呢 a 是 va，o 是 vo 哦 ，a 个是 v 一个音，四个音有模式啊，这个再转变为连音式的那个上母的时间呢，变成我个音嘛呢哈，一个我呢，一个做不出声的，一个几多客家方言都係冇注意到一點，像大家多多嘅那個研究一下呢，係話會講微菌，咩微菌啊呢？了呢，那個微咧那個用內部面用特個鹽，讀到 T 個鹽嘅時間，有冇微音，一個錄成做 T 個鹽嘅時間呢，用了啊，就係講啊，拍咧。鐵咧、鵝咧、鐵咧，哦，一個就講啊，但是內部方面是用拍的，哦，那個拍的、鐵的用啊多個鹽，啊其他用兩個鹽，好多鹽嘛係用一個兩個鹽咧，啊，讀到係冇有 T 個鹽嘅時間。第三是一個有母鹽，前面嘅前四個有母米嘛，有乜嘅喏？I 就 AI，E A I E A 等3個有母米音嘅時間啦，有母米音 I E A 會轉變為甚至一個音，就講阿姐耶，企耶，一個就講轉一個音會轉成一個企耶，腳企耶。阿姐耶，一個一個音讀到 I E A 咁開呀，開耶，一個一個音呢，兩個時間一個叫做一個音，其實 M 個音嘛，就會變成某個音母 ，M 個音會變成某個音，就全是有母米音，是某啊，一個有母米音。轉變成母音嘅時間，會變成某個暗落嘅時間呢？暗嘅，做聲母米音有母嘅時候，唔係音，哪裡當聲母？就是講啊，一個變成某個音，呢點呢，大家都看到了解講，嘛，愛嘛個嘛，唔係音，比如某個音。麥當勞嘅麥呢，就變成某個音喎，聽 N 一個音嘛，上母變上母就變成兩個音，一個情況講啊，讀到 an on 一個 N 啊，轉變為那個連音是嘅上母嘅時間會變成兩個音，就講。connect，no 啊啦，一個 n 是個呢，是一個牛呢個 nen 就頭前呢 n 同後邊個 n 嘅音冇相同啊啦，再看個第六個 ng 一個唔係錄順字，嘅音一個音。前面有母米音是 an on， 一個音嘅四則是 an on won， 一個四則連音是嘅有母米音嘅時間啦，一則是變成五個音，也沒連音是，就是講昂嘅。嗰所以就講昂語，因為沿用再次沿用一個音我一下所講嘅就是吸音一個昂語NG，頭前啊 NG 我，也係會 ONG 呢，昂嘅音呢，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記得，這個連音是用起來嘅第七呢，一個各個音前面有母是科，但是來做連音式嘅有母嘅時間呢，科變成歌，就係那個
考，科学考，一个考就國，用國嘅國，用國嘅國注音 GOG，後尾嘅 G 用科嘅音，頭前是用個嘅音，個學國嘅一個國語向前，大家這個語母都通都了解嘅。按讀到 B 嘅音是 P 嘅音嘛，前面是 P 嘅音，不就是不破模會 P 嘅音啦，等一個語母是轉變成連音詞，這樣子 P 變成波，波音變成歌，用夾，一個主嘅夾動詞，示範動詞用夾嚟嘅，歌噏夾，一個頭前嘅 G 同後面嘅 G 呢冇相同，夾巴夾白，夾巴夾白，黑白，也有 P 嘅音，所以 T8 T9呢，只有單音詞，是一個東西啊，叫做 R、A、O 嘅音，用本音嘛，本音就是只有韻母音，就按照本音，是吧？所以 A 韻母嘅實體字頭都講過，有一七雜詞，能有文意，可能能有意思，A 音呢是細字，就 R 就 A， 也係個也係個也有兩雜詞，也是的也呢，一個就是講前面後面都是一樣相同，另外一個一字嘅音呢，也有讀也，但是後背頭前冇相同，隨便選一個，24拍的也係廣州話，也係用個一雜詞，也是的也呢，就前面是相同，相同的東西。韻母用西式 O 嘅時間呢，是語所以連音詞聲母頭都講 A 來講是呢，未來也沒那個白，韻母音 R、A、O 所主順的9個音，是客家白話語文佢講嘅素材，佢美麗可愛嘅地方頭都講過嘅，外國語音一個是相同，一個64嘅韻母美音喺度裡變成一8嘅韻母美音，而8嘅韻母美音呢，R 嘅時就變成未來也沒那個白，A 時間呢未來也沒那個白，R 嘅時間呢瓦拉呀瑪那亞嘎巴 ，O 嘅時間呢我來有莫那個波，也共有四聲。3叫27， 27在順上四聲108音，一個按那個連音詞中肯加把方來108音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多練呢，尤其小朋友學客家話嘅時間呢，一個方面多提供俾地的接下來我哋來看第3部分，客家語四言連音嘅韻母。R、A、O 聲母呢，頭都講R 有瓦拉呀瑪那亞嘎巴嘅音嘅組合，即係組合。後來我哋看 R 音嘅 V 嘅音，就 V 冇出聲，就哇喂喔，A 嘅時候 V，O 嘅時候喔，那個 T 嘅時間呢，就拉嚟咯，一全部客家音，一個 E 嘅時候呢。呀耶喲，T C M 嘅時間做母音嘅時候，媽咩麼，N 嘅時間呢，從兩個音，那呢喏，這都是媽咩麼，也是那呢喏，T 6個 N G 音呢是我個音，我，A 嘅時間我是我按 G 嘅時間呢。就能歌嘅音A 嘅叫加嘅歌 B 嘅時間呢是用波音巴貝波T9呢是單音詞 R、A、O 本音所以個同一邊就講一個 V 嘅音哇喂喔 L 嘅音呢那呢喏 E 嘅音呢呀耶喲 M 嘅音媽咩麼N 嘅音呢那呢喏
一个 NG 嘅音，牙嘅我，嗰個音呢，加嘅個，B 嘅音呢，八白波啊，一個單音式，也有一八空八音嘛，也可以講嚟講啊，練語音嘅時間非常好用，非常嘅好用，同時也講價格嚟講，八白波那呢啷牙嘅我，八白波也全部客家音喎，唔係日本話喎，哦。有一個大悲咒安尼哈，所以希望各位小姐也按到一個練音師嘅上門樣嘅來嘅，也個有所了解啊安尼哈，一個就同大家報道都講啊練音師，也都語音樣嘅變化，上下語音嘅那個組合，就樣配合上安尼哈。所以客家話通常佢用二頭都所講啊，啊誒哦，話喂喎，那呢咯，呀嘢喲，媽咩麼，那嘅我，哦，加嘅個，哦，亦都呢，前像日本話樣樣，也前像大悲咒樣啊，非常強，非常強。所以歌數強，佢用伊嘅時間，有一樣嘅咯，就講嗰個伊嘅時間 A 音咪講啊，伊一個 R 就。V 喏哦，一個哩喏哦，呀喏一個第三咪用相同，個媽咩麼嘢咯，個變成媽嘅用咪哦，個媽咪麼啊的哎哈，所以各位同學，一個 A 音歌數強是用 E。按其他地方用 A 嘅音，安尼哈，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多多了解安尼一個語音，一個聲母嘅按到八個音，同一個韻母三個音結合起來變成一個具有客家美式嘅語言嘛，亦都藝術嘅練音師嘅素材安尼哈。各位鄉親，今日再來看一個練音師 A 音嘅實體字，也文法嘅用詞一樣嘅啊，文法嘅用詞。第三個呢，就是同大家講過嘅，一個兩個一個是單位名詞啊，單位名詞也相當有為的音、咩呢嘅別個音啊，一個是單位名詞頭前要接動詞，或者指示代名詞，一個兩個一個。我的呢，一個是副詞，副詞頭前是乜個呢？動詞同形容詞安尼，哦，就按個介紹嘅介呢是介系詞，頭前是接名詞，我做代名詞，哈，所以講啊，這一個在講啊，綠嘅一度係綠嘅，拍拍嘅，啊拍拍嘅，白白的，哈啊，艾葉，幾葉。也就第三個一個 A 音，第三個文字嘅用法，係有文法嘅哈，一個兩個一個，我的介紹的介哈，然後聽音上別附一個當前客委會同教育部某嘅音，相信當時一個當這個喺討論嘅中間啊，以種許錄音咩許錄強啊來做。伊就講分呢，伊就講分呢，哦，也就體系上加兩上冇唔錯。就當我所講嘅體系上嘅，是完全是好西洋嘅音，哦，所以講啊，分呢，啊也應該用分的，哦，我的，環的用的，副詞前面是形容詞，看了，哦，看呢，啊，看呢，一個是嘆號。那副詞前面是動詞跟形容詞，看呢，哦，一個聽意上嘅，啊，聽意上嘅，一個風嘅，啊，個錯嘅，哈，唔係，啊，一個第三上呢，就是你看到嘅，一個用逗號或者句號啊，看呢，好嘅，是咧，咬嘅，疼嘅，安尼哈。體系上嘅呢，只有兩隻詞嘅，就是我得到嘅得，有副詞，頭前是動詞，我做形容詞，啊，看呢的，啊，看
看得到，看得到哦，一个就变成一个未来也没呢给别个提起上，一个是得到的得，宰治呢，我也非常的重要，一个冇读本音，冇读 A 音的本音，读连音、语音，再讲一遍哦，本音就只有母音，语音加上声母声调，这个宰治啊。也宰治头前也是名词，前面接乜个呢？接名词，末头接动词。乜个呢？动词呢？就是我讲啊，一个东西名嘅嗌唔知哦，佢見盡咧咯，盡呢，見同嘅呢，佢講嚟講去講嘅，一塞頭嘅呢，塞熱咧，扎嘅呢，扎嘅啊，個溜嘅。一道語啊，在世嘅用法才能用，請各位鄉親大家多多嚟了解咧。實質語呢也係相同，用方態用寫下嚟嘅，但個呢是用一個音實體，但是可能模模糊糊、冇清楚安尼啦，嗬。第五點呢，希望各位鄉親，一個第五點是客家四音腔嘅連音嘅拼音嘛。MNNGBDG 啊，由母音的密音轉變成聲母的時間，同單詞嘅讀法一樣嚟讀，像舉個例子，本大家嚟記得，N 啊，多頭前嘅時候那個音，奶唔好嘅奶，那個牛奶嘅奶，那愛奶讀那。但是做流米嘅時間呢，就嘅音，on 做 on 嘅音，on 嘅音，單音嘅時間呢，要做一個音，安尼嚇。第兩個嘅 M 嘅音，M 嘅音做頭前呢是摸嘅音，摸嘅摸，摸嘅摸，其實麥當勞嘅麥，摸嘅音，到後尾時間就唔係音，唔係音，單音是寫唔係時間 M， 單音是冇個 I 嘅呢，只有個音聲嘅安尼音。好，再看 NG 是我嘅音，到頭前我牙齒嘅牙，到後尾時間呢，得嘅音，同啲動啊，中間就動個音，嘅音B 嘅音呢，這個多頭前是波嘅音，波 I 拜，一個 B 做後尾嘅時間就波嘅音 up 嘅 up 同 up 嘅魯迅字呢，一個只有第五聲、第六聲。去了嘅呢都好相反，個四音第六聲就去了嘅第五聲，就像話個惡語惡叫做惡呀，個四音就個惡呀，這個第五去了第六聲就等於四音第五聲。第五聲就等於嘅第六聲啊！好，再看呢 D 嘅音，多頭前都是的音，都 L 調嘅調，調奪東西嘅奪呢，就 DOD 奪，就特嘅音，特點是的，後尾是特嘅音，個嘅音呢就夾，個鴨夾，就個嘅音，到後尾時間呢就角。用嗰個角，所以一個音呢，一個 MNNGBDG 做聲母、做韻母嘅讀法嘅語音係一樣嘅，請大家多多嘅一個練習法咧，一個重要。我再講一遍 ，M 嘅音，我嘅音。B 嘅音，這個 D 嘅 BDG 啊，做韻母尾音同哪類同一個
当生母，当岳母为因，当生母嘅是这个语言完全都冇相同哦。希望各位乡亲大家要多多嘅来了解一下安尼哈。所以大家知道客家语文嘅连音嘛，union 同英文嘅看得是冇相同啊哈，一点请大家多多嘅了解。以上係本嘅讀音、錄音嘛，唔係係順嘅嚇，請大家都了解咧。一叫我40分鐘20秒，40分鐘。在下落一個土地度咧，客家拍花語文嘅文化嘅研究啊，一共有16科，今日所講嘅呢就TC科安尼嚇。也這個呢，請大家多多這個看下咧，也非常嘅神猛。台灣客家天子報、屏東時報、天子報嘅有兒童教材 YouTube 同 Yahoo、Google、Facebook 等網站啊，以及我哋好友群、社群同 email 一個基本有2萬嘅訂戶啊，那個天呢嚟嘅詳細明白呢，我將一個資料基本一個 email 有 email 本嚟嘅人呢，我基本嘅相信大家嚟嘅參考啊嗱嚇。一個就會講啊，一個客家拍花語文嘅文化，同時一個商業用語呢，也希望各位鄉親在點一個大廈嘅網址來看下先呢。同時個課文呢，一個文化博士生啊，鄉親這裏看下在 YouTube 嘅這個可以點一個資料來源啊，就可以看到語同文來向下看得到啊，所以也非常感謝客家拍花語文嘅研究100篇呢，也係有一個文化鄉親那個圖碟或者一個 YouTube 嘅地圖裏，同時客家天子報一個台灣客家天子報、屏東時報天子報也有，你可以看得到一個我所講嘅一啲資料，大家多多參考。他唔是用看得嚟嘅，他唔是用聽嘅嚟。以上感謝大家，今日就講到嘅這個神夢，大家感謝你，再見。神夢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可以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